行政长陈建仁今仔早起去高雄市的大同国小立教中心参观访问，伊嘛强调讲，台湾伫要建立超高龄化的社会，照顾时代的政策嘛继续来改进。在参加了2023年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年会了后，行政院长陈建仁阁来到高雄市大同国小内面福乐学堂立教中心，甲时大人互动。这间全台第一间利用校园教室改造的立教中心，每天大约30名适龄也是失智的时大人接受照顾。开始教阿嬷用平板，跟阿嬷认识，跟阿嬷玩游戏。不止这样子，我们还做了学伴，干脆我们就是学伴，一对一配对，让他们认识。中心伫民国103年思考利用闲置空间设置了后，面对真侪质疑。伫2档内底举办162场公听会、协调会，甲师生家长所提出的问题拢解决。则伫民国105年开幕，互时大人甲学生伫校园共用共学，嘛甲生死学、失智教育等等课程加入课纲，建教老幼扶持的理念。目前高雄嘛有6间国中小学，还有高中加入，明年嘛有可能大学要参加。如果对我来讲，就是一个字嘛，爱嘛。当你有爱心的时候，老人家跟这个学童在一起的时候，彼此之间的互动，彼此互相帮忙，彼此互相相爱。陈建仁讲，台湾会伫2025年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，为了卫福部慢慢改变长照移工的营运政策，中央嘛要扩大编列中照，而且调整着中照2.3的计划，未来甚至有可能推出着中照3.0的政策，希望面向是更较广泛，会当用爱好好照顾台湾的高龄者。记者王刘婷婷、赵宽哥报道。